后来，过来是这个高雄市各地区的农会，伫个农委会这波农友权的班赞之下，这个农业的消费成长3亿7千万，包括米罗农会、鱼肚甲鱼丸啊，甲这个米农的白米等等，拢是正手市的产品。 四个礼拜咧，人是有够济，农委会进行推出的农友券，伫各地农会拢有真济人去买物件，即嘛带动高雄农业消费成长3亿7千万。这是虱目鱼丸、虱目鱼肚。海产产地直送，还佫有。它是我们南部很有名的那个白米的品种。 潘国桥的米农米嘛真抢市，高雄地区农会伫即摆杀农友券摕到销售的冠军。 我们的业绩成长了快80%，我们加起来的总收入是2100余万哈，2100万左右。原本都是说去一般的超市，但是自有农友券的时候就是这个，觉得这个比较好。农友券唔若去好着农会尔，农友同款有好处。像我们弥陀的一个养鸡农哦，他开设的源于牧场哦，他总共也收了将近1万张的一个农友券哦，那让他的一些鸡的产品哦也都大卖。提前乡亲，若是要有三倍券，会使去农林渔牧相关的所在用，会记伫年底前消费。